K Cunningham 爆廢雙出，東岸一哥活塞地位岌岌可危啊 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歡迎嚟到 NBA Talk。今季我喺更衣室訪問過 K Cunningham。咦，咪住先，今日就係要講爆廢 K 啊！啱啱喺對戰巫師嘅比賽入邊，底特律活塞嘅主力 K Cunningham 俾對手撞親之後傷出。當時嘅宣佈咧就話係背傷，最近就證實咗係 collapse lungs，即係我哋廣東話俗稱嘅爆肺啊。K 今季嘅數據咧，俾外國傳媒形容為 MVP 人選之一，而家因為爆肺，可能要缺席餘下嘅賽程啊。K 暫時只係上陣過61場，並不符合聯盟獎項嘅65場資格，即係話佢嘅 MVP 同入選 All NBA 陣容資格分分鐘凍過水。其實呢個65場嘅規定咧，俾唔少人詬病噶。係咪如果嗰一位球員打少一場，就代表佢冇咁有能力呢？亦都延伸至賽季82場係咪太長呢？之前勇士嘅主教練 Steve Kerr 就話希望縮短賽季，亦都得到唔少嘅同業和應。到底東岸一哥可唔可以成功保住首名種子出線呢？我最近好迷戀嘅 Jalen Duren 又可唔可以挺身而出呢？留言話我聽你嘅想法啊！